我看到高雄铁路地下化了后，一寡天桥地下道拢一个一个拆掉。即马含小头南北二路交通的中华地下道嘛要拆掉，新历2月7日就要来封起来，3月中开始要囤好平，按算7月中工程就会当全部做好势。因为地下道囤平了后，车走的路线小可无共款，附近厝价加减嘛有影响到。 地下道是连接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，但最近可以看到高雄市府悄悄地挂上红布条，上面写着从2月1号开始将封闭进行填平工程。所有的工程，包括附近的人行道、排水遮，预算伫咧7月中旬拢会全部来完工。因为铁路地下化之后，所以我们要把地下道填平，拆除旧有的横向的桥梁，所以。 把道路填平，恢复成平面的道路。回想这10几年来，中华地下道定定传出风台淹水，甚至是亲像安尼意外。砰的一声，大卡车直接弄到这个门架，现场是乱糟糟。真侪用路的人看到规个拢硬去，赶紧停落来。这个屯平工程做完了后，交通就会来改善。除了交通以外，附近的厝价嘛会对得起。过去三凤中街那里都是商业区。 如果那边的商业区能够有效被整合开发，可能是可以带动未来那边很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。我这个中华地下道的新建案，目前的计设较低楼站每一平大约是23到25万，较悬的楼站是26到27万。这个工程一旦做完了后，唔有起的空间，阁会当顺续将边仔旧社区来带振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